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是国营事业出包的事件。这个台北市甲新北市去年的5月，总共跳电11届，中油是95个汽油来出包，也毋过包括台电、中油、台水甲台糖这4间国营的事业，拢互家己80分以上价顶的成绩。员工的年底奖金会当领到4个月27万。消基会实在看袂做理，要求爱修正这个考评，互国营事业有反省的机制。中油高层协几排为95个汽油出代志，害到几百万的车主对外说明。过来是台电，敢若去年5月份双北就跳电11摆，也毋过这对来讲无差，因为包括台水、台糖4间国营事业，最后因家己拢拍80分以上价顶的成绩。截长补短，让整体的分数呢在80分以上。这是应该没问题的。有好成绩，当然就使摕到真侪年底奖金，以业务财务来算这款的考级的成绩，价顶会使领到2个月。若绩效上悬有2.4个月，加起来有4.4个月，员工会使领到27万块以上。好像比一般民间的领的还多。羡慕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加入中油。你敢若去年中油汽油无合格，乌西油库漏油，绿岛站漏油，台电指挥电表有真侪故障的。双北1个月跳电11摆，同案的意外造成3人死亡。台糖量贩店连续9档，一档了3亿。避免再次的这个情况发生哦，那否则在今年的这个考期当中，就不再以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服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，以一个所谓的最低下限的一个甲等取得这样考期奖金的一个给付。其实，不管外界安怎骂，国营事业每一年发放的奖金拢唔捌点过。专家有真侪建议，就看管理单位要安怎处理。